好，1655年3月13号拜六，真翕热的天气，微风对西南风吹来，无要事，只有3只篷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20个查甫，载有下列的项目：9921斤的鹿仔肉，275斤的鹿骹，75斤的虾仔，10000个95斤的咸鱼，4125斤佛罗摩萨的藤，1421斤帝王鱼。邀2只篷船航往佛罗摩萨南方，坐32个查甫，载有19道家己要食用的米，甲25道大马。3月14礼拜日，早起乌阴天，也落淡薄仔雨，天光就好天。昨暗伫咧即个港岛里的岸边飘来几个空的糖箱仔，应该是对迄只伫咧北平礁石区失事的大船 Brady 号的残骸所飘来。敬拜上帝日子。3月15拜日，游玩像以前天气真好。暗时啊，约了8点，芭比50。暗时啊，约了8点半，阮伫咧厝地感觉到强烈而且持续真久的地动真平静的天气。我拄则袂记咧，甲即个麦克开起来吼。我已经读到1655年3月15号吼。好，你再家己去选一下，然3月14、15、13、14、15拢倒啊咧吼。3月16礼拜二也是同款的天气，伫即几天 Provincia 拢咧准备即将要举行的地方会议需要的代志。今仔日迄只领工船去北平礁石区的下面遐，对迄只失事的大船 Brady 号载一个重的艇转来厝地。今仔日有3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176个查甫甲10个查某人。再来49捆的粗纸，23包西南的薰草，186道的红米，3479罐的西南麦仔酒，54个铁蛙。3月17拜3，早起落毛毛仔雨。日时是真翕热的天气，微风对南方吹来。西南人翻译员何斌的一只篷船已经停好，若是顺风就要出港。照通行证的符客出航前往旧港，旧是旧大迄个旧啦吼。因暗水手长 Oak Peters 要坐迄只西南人的篷船对平湖转来遮，也要炸转来一批庄仔。因伫咧平湖拢无觉察到任何的危险的异状，住伫咧遐的西南人也拢真平静吼。这应该是你讲无发现讲有国姓也要拍来迄种情形啦吼。3月18拜四，早起是乌阴天，而且落大雨。透南着真强烈的北风，但是中昼就变好天。下晡一队士兵由士官Bisterman 带领去坐舢板对遮去一个 Provincia， 要去遐为着明仔载要举行的地方会议来担任警卫甲一个医治特殊，为着要探听伫咧小琉球的北乡或者是因的仆人伫遐的情况如何，已经有数年公司无派人去遐视察咯。因的妇女甲囡仔是毋是阁含因伫遐？因现在已经开垦的农地有偌大？因是毋是有真认真咧种新的椰子树？
也拢要观察其他各种的代志。长官阁下就伫英暗命令水手长 Oak Peters 要伫明仔载阁再做即只旁船，带领伊昨昏对偏湖炸转来的原班人员出航去小琉球，并且为此交一份命令予 Oak， 以便伊知所遵循就是迄个水手长啦交一份命令予伊，也要甲找到的所有野鸡树皮，要甲野鸡树皮合印，拢装上即只篷船，载转来台湾遮，也要鼓励因继续准备即种物件合印进前咱讲过啦用来咧印好的即个树枝啦、树叶啊之类的而且嘛这是野鸡树皮用来印好用的3月19拜五，好天微风对北方吹来。早起6点半，长官阁下由 Frederick 古日就是贵日啦我较早拢读贵日第2声，伊嘛当读第5声贵贵日所以我就变调变第3声贵日，毋是贵对贵日。早起6点半，长官阁下由即个贵日和即个 Frederick Schedel 阁下以及即个政府的秘书 Jacobus Valentine， 还有规个下属上务员陪同，坐2只小艇去 Provincia， 要按照历年值得赞扬的习惯，伫遐来举行北区的电会议。所以今仔要举行电会议啦所以今仔日落长但是敢若会对即个公布事项有哪一堆啦好，咱今仔日可能这读煞差不多啊。好。同时呢，讲要按照历年值得赞扬的习惯，伫遐要举行北区的电会议嘛同时呢，严令商务员兼任佛罗摩萨议会议员 Peter Van Alphen 先生，伫咧伊阁下离开热兰遮城堡的期间，爱谨慎管理该城堡。应该是老守啦，老守伫咧即个热兰遮城对 Provincia 登陆起山以后，上述因阁下受到队长 Thomas Pedo 和北区村社迄5个政务员，以及来到遐的原住民酋长的问安请安。然后长官阁下也伫公司的别庄呢，真亲切来接待即寡酋长，含因一一击掌表示欢迎击掌我就直接读击掌啊北区村社5个政务员会倒注脚看觅。物件偏好，好，受到真亲切的接待嘛会。亲切来接待即寡酋长啦长官阁下伫咧别庄内接待因，来一一击掌表示欢迎。为了要更较庄重威严，就命令一队士兵武装列队，伫咧即个欢迎的过程中，用因的步枪鸣枪3响，煞接对 Provincia 的城堡用大炮发炮5响。每一次拢迄个乒乓叫啦，轰隆震响嘛乒乓叫。随后又搁对
对方台湾的蓝野城堡用大炮回应6响，这边拍5炮，迄边拍6炮，愉快来结束这个欢迎的过程。伊是就是，然后呢，敬重庄严，开始这个地方会议要进行的事项。所有迄寡酋长像被欢迎的时阵，安尼拢真有特殊来引带入去公司的定义呢，迄寡岛仔来入座。然后长官阁下和上述议员阁下以及上述的秘书也进入接见式通常的地方来入通常的所在来入座。然后长官阁下经由翻译员用新港语、荷兰人加一个卡马加和山区的语言来上述酋长来宣讲。第一条。首先，对因英文的条款前来处队，因全体表示欢迎，并且为了因的前来出席以及这一年来伫因的公务上良好的服务，表示感谢。第二点，阮现在来举行这第12届地方会议，是要搁再因来提示或者是更换一寡事项。来促进全岛的繁荣富裕以及大众的安宁甲和平。第三点，咱计划讲要按照咱优良的习惯，现在要搁再来更换几个长老。昨读煞了，我和我朋友开讲嘛吼，伊讲伊足意外，讲伫要差不多400年啊吼，400年前伫荷兰，伫台湾遮荷兰都已经是用民主的统治就对了吼，基本上是民主的这个治理方式嘛吼。比如讲，因有虽然是长官阁下主管咧管嘛吼，那敢若总统者，但是实际上因个爱对议会负责嘛，咱看伊拢爱对议会负责吼。所以我朋友讲，哇，真意外，讲400年前都已经是这种民主。即种做法啦吼，个地方会议吼，OK，当然地方会议是仪式性的啦吼，基本上就是叫大家叫我来宣告代志尔吼，但是因为咱进前咱昨有读着嘛吼，就是有一寡啥物纠纷。伊会甲即寡人招我来，就讲来参加地方会议，咱来地方会议开地方会议时阵再来敲。基本上开地方会议并无即个讨论事项啦，并无即种代志。因一定是招我来，大家私底下敲好，开会只不过是宣誓尔直接宣布代志安尼好，就是讲，就算安尼来讲起来啦就是嘛是一种。伫我朋友看伫400当前的台湾，就已经安尼咧做，互伊感觉真意外因为你上会教的嘛伫不管是大明大清，拢是皇帝讲过来就是官上大你下底下骹手人，你若有啥物讲话，互你加讲一句，囡仔人有耳无喙好啦，咱继续读咧第三点，阮的计划要按照阮优良的习惯，现在要搁再来更换几个长老，就是春社的长老，要互新人来接替，互每一个优秀的人才拢会当即将即个权势机会。不过，大部分的人因为因中意接手，互人满意，所以要互因搁继续留任一年。毋过，因为任何人拢不得提有悬汤超过1年，因此被改一个人也袂当生气毋通生气，因为即种要年年更换的代志是阮政府的规定，就像大家伫咧台湾的政府当中也会当看到，而且真明白安尼。第四点，因必须要知影讲，因应该公司继续交纳的即个税金已经被全部豁免了豁免啊，早者哇。
奇怪，之前哪无读到和面这个和？之前可能毋是用和面这个和。他做核吼，我看我大理大师顶有用的这个词哦。核然文言词核然吼，无规则，豁然开朗了吼，核然。卡兹线。卡兹线啊，卡兹线啊，点较无清楚。卡兹线的款，好来，我来查一下卡兹线。卡，卡兹线。无看到呢，日本的词典无看到即个词呢。我直接用汉字查一下，但是我毋知这汉字会通袂。卡兹线哦，所以是卡兹线。卡兹线呢，日本书典有写吼，就是 open up suddenly of a view， 豁然开朗，就是华语豁然开朗迄个意思啦吼。widely broadly 吼，就叫做卡兹线，豁然吼。核然吼，毋是核然，等下我看一下，核然吼。核然开朗吼，核然开阔吼，核然大悟，核然大悟这是日语内底的词啦吼。Suddenly seeing the light, achieving full enlightenment all of a sudden， 忽然间拢了解就对了。核然大悟哦，就是讲日语内底嘛有这种文言词嘛，卡兹然大悟。只是我毋知因安尼读，毋知有偌侪人会当理解就是啊吼。有机会再问一下我日本朋友，看因实际上敢有利用这个词吼。我相信是无利用啦吼，这种文言词吼。卡兹然大悟，核然吼。第四点，咱转来第四只讲，因必须要知影因。应该公司继续交纳的税金已经被全部豁免，哦 ，HAT 哦，吼豁免。虽然即寡税金是会当征收，用来表示因归顺的意义，并且用来补偿阮当年为着因的即个福利来开销的。真巨大的这个开销啦吼，真对此事就会当明白看出阮将因所期待的，就是阮对因所期待的，就是爱因的顺服。阮对因所期待就是爱因的顺服。赢过因的因的财物啦吼，而且公司的本意完全就是要互因愈来愈幸福，以便伫顺服阮的政府之下，建立比以前搁较好的社会。对阮即个由衷而且极大的关爱，因切不可小看吼，切毋通小看啦吼。而且爱时时感念才是吼。第五点，命令因每一个人伫即个开会期间，拢必须要谨守秩序，
坐伫个座位上，安静聆听要甲因讲和命令因的话语，以便会当明白迄寡命令，并且伫伊伫个处事处地遵行不如。甲以上即寡事项向因宣讲了后，就以下列的方式开始进行会议。伫新港又搁称做塔古雷，因的长老名叫做塔巴吉、塔加雷、塔加人甲德哈里斯拉美耶，就是小琉球人德哈里斯，全部拢来出席，并且为因一年来的服务向因表示谢意，拢无人提出对因的控诉，是因为因良好又搁忠实的服务，拢互因继续留任一年，因拢答应会永远会拍拼的工作。伫大北港，塔班嘎和卡多来出席。这两个人去年也拢有来出席，现在因为因良好的服务，向因表示谢意，并且要互因继续来留任。因嘛答应讲将会继续努力工作。伫马加利湾，阿里索、加索伊甲在人来出席，因为因表现良好，又有证据证明因良好的表现。所以感谢因，也互因继续留任。伫大武人，长老是马金、多林日和即个 Rank Dam 阿德里，因去年拢有来出席，今年也来出席，就拢互因继续留任，并且命令因爱比以前搁较认真来指挥。因答应遵办，赠送因的部下。塔巴勒3岛空眼布甲2包薰草，用来授谢伊伫即个电话会议的翻译工作。对小人又搁称做多安尼麦克，来出席的是阿拉人、米多克、伊当和塔巴里斯。拢证明有良好的服务，伫答应忠实服务之下，拢甲因继续留任一冬。伫因的请求之下，以及因为因的迫切的需要，温存伫咧上述迄寡人以外，另外加派塔古雷和做即个小人社的长老。对麻豆又搁称做塔甲达、木索伊、目镜、马拉雷吼，就是来出席的人啦吼。拄则伊安尼写，我安尼念你讲听无吼？讲对麻豆又搁称做塔甲达吼，来出席的人是木索伊、目镜、马拉雷和即个德加尤。来出席吼，因为因良好的服务，感谢因，并且搁再互因继续留任一年。也命令因爱认真接受，也爱鼓励社民上教堂甲即个去上课啦吼，去读书啦吼。因拢答应遵办。对多罗国来出席的是达阿瓦和奥瑞，这两人拢因为表现良好，被感谢也被留任。对迪罗山来出席的是维多、达罗萨哈雷、达塔马里和巴加拉加雷来出席，因全部拢留任，因为因事务繁忙吼，就是讲足无用啦吼，所以加派达巴拉克做长老，因拢答应中意接受。达巴拉克因为担任翻译，所以赠送伊3岛空眼布甲2包薰草。对 Omloi， 所以迄当阵
已经有这会晓讲荷兰语的嘛，对无吼？毋知会当翻译吼。而且这翻译送三岛康安部甲这个2包，这算诚重的礼啊吼。咱知影讲，因送这康安部拢是足好的礼吼。所以当中会晓讲荷兰语吼，你就已经吼。你就已经赢人伫即个吼起跑点啦，你就已经赢人啊，对啦吼。所以语言就是政治啦吼。这民进党就是真正是有时感觉因到底是读开是内底是对啥吼？语言就是政治吼。好啦，咱讲到这，继续对翁罗伊哈拉马拉。拉勒令案来出席感谢伊，并且予因继续留任，也赠送因一岛康安布甲2包薰草，命令伊爱和平顺服。我讲语言就是政治吼，所以我反对讲什么乡土语言教学，什么母语教学，这无意义的代志。真正爱做的就是台语教学吼，就是直接讲，我叫做台语教学，这是政治，这政治事项嘛。你结果我讲好啦，恁客人占30%，无来，过来，你会当伫咧新竹桃园新竹苗栗会当客语教学吼。唉，好啦，讲到这好，佮讲无啊。我是讲啊对啊，哦对，讲即个送即个地罗山的翻译嘛吼，三岛康安部啊，即嘛对，另外即嘛即个所在叫做 Omloe， 即毋知啥物所在吼，来出席的是拉马拉拉勒令案吼，感谢伊，并且予伊继续留任，也赠送伊一岛康安部甲2包薰草，命令伊爱和平顺服。这应该是头一遍来的款吼。送礼物，对即个所在叫做小塔加波浪，另外下底有一个大的塔加波浪吼，毋知是啥物所在。小塔加波浪来出席的是拉马拉，即个人伫旧年的电话会议捌予伊一支罐汤，但最近因为伊指挥太无能吼，所以该改职吼。这一定足罕过的吼。该派一个叫做塔巴金沙巴勒吼，塔巴金沙巴勒来接替伊的位，伊答应将会伫即个职务顶头吼，困伊接手吼。对大塔哥波浪又个称作马加罗昂吼，来出席的是拉布加、沙布加、扎戈莫吼。但是呢，即个扎巴雷昂因为破病缺席哦，所以派拉索人早伫伊的罐汤来。虽然如此，因表现良好，有证有据，所以全部继续留任。因也拢主动表示会中意接手。对于这2天可能来新朋友吼，电话会议是荷兰人每一年办一遍的即个会议吼。但是伊是分做台南以北、台南以南吼，即嘛台南啊，其实较早叫台湾吼。台湾以北的即个春夏办一遍，台南以南的春夏办一遍吼，另外办一遍。一般拢头前一毛讲尔啦吼。啊，因原来伫卑南有办，伫卑南就台东吼，另外伫淡水、鸡笼遮嘛有咧办吼，但是规模可能较细啦吼。啊，每一岛办电话会议就是安尼吼。公告事项了后，就开始发布这个人事命令。所以我咧读的就是人事命令吼，一张一张安尼读吼，有较落体啦，但是无法度人伊就安尼写，咱就继续安尼甲读落吼。好，过来，迪乌拉吼，这里毋知读吼，汉字。无重要，互你就印着迪波拉吼。即个所在有个称作西波拉吼，亲自来出席的是米耶罗，但是呢，乌翁因为破病缺席，
派阿瓦雷炸到伊的管汤来，管汤就是权杖吼。虽然如此，这两个人拢互因继续留任，并因为伫因的工作上拢无人批评。对阿巴斯索旺，就是阿伯泉吼，这个地名毋捌听过。又用刮胡写，用汉语写阿伯泉，阿伯泉，钵是迄个提钵的钵啦吼，阿伯泉吼。泉是泉水的泉，阿伯泉。因为拉玛勒拉巴勒破病，所以由伊后生摩罗代替伊来出席。虽然如此，又完命令这拉玛勒爱继续留任，并且命令伊即个后生该转去该讲，明年爱尽可能家己亲自来出席。对塔波诺安来出席的是拉巴沙人，搁再继续留任。对基冷花吼，基冷案吼，基冷案啊，应该读基冷案吼。因为原文是写基拉案吼，所以读做基冷案。即我想着讲，伫要去淡水迄个有一个站叫啥物基里案吼，基里案就是原来读做基里案吼。我记敢若捌伫咧车顶听放送的时阵，就是读做基里案吼。知影人再分享者吼。好，讲对即个基林案即个所在呢，拉玛拉甲即个瑞斯纳也来出哦，毋是，这是一个人，伊名叫做拉玛拉瑞斯纳吼来出席，也继续留任。伊请求要会当允准互伊含即个西摩加社人去对因的敌人作战吼。迄寡敌人的名因毋知，但知影是公司的陪伴者。对此，伫阮知影上前以前，命令因按下不可动武，将会命令政务员去详细调查。伊当阵要出兵吼，你国春社要出兵要攻打别人，爱甲荷兰人报备啊吼，袂使凊彩家己都当兵吼。好，对塔邦基人来出席的叫做拉索朗无人吼，继续留任。对甘纳布这个所在是来出席的叫做翁格吼，感谢伊继续留任。对塔拉县是即个社分做两部分，就是蒙古啊。和达利亚戴诺罗萨萨邦，毋是，歹势。即个社分做两部分啊，我都读袂认真。两个部分，一个是叫做蒙古，一个叫做塔利亚泰诺罗吼。啊，迄个因的长老吼叫做萨萨邦，因为破病无适合指挥。由拉杜伦答应中以接手之下接替伊的位。另外一位叫做劳拉乌特，因为破病缺席，也无派人代替伊来出席。毋过，犹原是互伊继续留任。对雷旺来出席的叫做拉萨勒和加旺，拢因为有良好的表现，感谢因，互因继续留任。对利辛安亲自来出席的是达沃拉甲达沃伊两人拢继续留任。对马里兹来出席的叫做阿呆，因为伊特别良好的表现，感谢伊，互伊继续留任，并且赠送4袋空安布甲2包薰草，也命令伊讲爱甲伊留啊分散的部下爱集结做伙吼，爱集合做伙啦吼。伊嘛答应遵办。对道伊利旺，即个社有12户，12户人家吼。现在头一次任命即个拉乌罗巴做长老，并且赠送伊4袋空安布甲2包薰草。对阿索俄罗
来出色的叫做奥林加甲巴里戈，两人拢继续留任，因为因的社民小可仔分散吼，刘有较分散，因出命令，因爱早着爱带因去日新岩带含带因去日新岩同居。日新岩是顶头有读到一个村社啦吼，意思讲爱去含因带做伙啦，伤人无。因答应遵办，赠送因每人一袋空安布甲一包薰草。对于卡拉加，因为脚着伤的塔某伊缺席，所以派伊的兄弟送管汤来，管汤是权杖吼，由原是命令塔某伊来继续留任。因拢真惊因的敌人，希望去雷旺的土地来住，所以就允准因去雷旺去住伫咧雷旺吼，含雷旺迄边的村社住做伙啦吼，赠送即个人一袋空安布甲一包薰草，就是应该是伊的兄弟，因脚着伤即个伊兄弟来嘛吼。对牛阿萨像旧年相像，拢无人来出席，因为因拢已经搬去别社咧住了。对班加人来出席的是 Rob 甲达姆，两人拢继续留任。即问因为何伫因的徛起的所在四周围四说拢大限制？对此，因讲因是无辜的。迄毋是因做，而是塔马塔罗社民所带的。就命令这两个人讲爱中予接受，并且阁赠送一袋空安布甲一包薰草。对于阿里多昂，又阁称做德拉奥迪干，来出席的是塔利和布隆。命令因以后爱含因的邻舍和睦相处，和睦相处啦吼。解除一切的敌意，因拢答应遵办，两人拢继续留任。伫荷伯兰地区的村社，对塔利姆来出席的是塔加巴拉。贝雷奥、塔加罗加即个头巴巴迪昂，因来出席，拢感谢因，并且继续留任。对土库，又阁称作高温，土库又阁称作高温啦吼。高温即个地名我捌读过，但是土库就是高温咯。我查一土库吼。这应该是混林的土库了吼。混林。混林哟，希望啊，这个输入法竟然混林无家己找出来，无收这个混林。这两三是第四字，林 LIM 第五声，第一字。混林土库镇。我要看伊古早名啦，叫做啥吼？土库镇洪雅语吼，叫做独孤湾。独孤湾是毋是咱遮读的？独孤湾，对，就是独孤湾嘛吼。土库独孤湾，伊讲洪雅语就叫做独孤湾，古称土库吼。所以
看会出来嘛？土库是独孤王的音翻译的啦，音译啦，毋通阁讲啥物土库是啥物吼？唉，我各位知吼，咱咧读个台湾民间故事，还是台湾故事，就讲啊，土库镇较早因为安怎编一篇足大篇，才甲你讲哦，所以叫做土库。10篇9篇拢你学袂出的吼，家己学袂讲吼。好，来继续。好啦，来，我看嘛。历史就伊基别考啦吼，竟然嘛佫来写讲地名由来土库一名，由来有分歧意见。中华民国内政部以及多数学者认为是洪雅族语序类伫台湾话中的音译加载吼，这是算有概念的吼。也有讲法是因为此地落雨时土骹足烂的吼，烂刮刮，行人定定吼落拍垃圾裤，所以叫做土裤。又过来吼，就是安尼来吼，国语汉字吼，就是安。够无水准的啦，人明明较独孤王吼。好，来继续吼，独孤王又搁称作高文啊，我拄则是主要是要查即个高文即个地名啦吼，但是无看到吼。我看我直接用土库甲高文来 Google 一下。好，即马 Google 伊拢先用 AI 甲你找互你看吼，因为伊知影 Google 若无改吼，真正逐个拢无爱用啊，因为 AI 实在足好用的吼。独孤丸和高文吼，焦末是台湾云林地区的旧地名，其中土库是高文社的译音转化而来，即两个地名拢和南岛语的古调有关吼，就是土库，这是其实是南岛语的即个古调啦吼，或者是高文拢是古调，因为当地捌有饲牛吼，有收藏农产品的设施，也是早年的交通交易中心，出产麻油、土豆油等等的农产品。地名由来高文社，早期是洪雅族吼，高文社自称。土库是由高文社的译音独孤王转化而来，原意是指古调，关联性两者就是讲高文甲土库啦吼，伫南岛语中拢有古调的意思，而且土库的地名和当地早年建造的土做即个尺寸有关，这我都无相信啦吼。独孤丸和尺寸绝对无关的吼。好，咱读到遮啦吼。咱转来是遮讲对土库又称作高文吼。我看一下时间，10:15。酋长呢，就是一长老叫做塔贝罗尼亚和塔加巴拉贝两人拢勤于接手，认真指挥，所以感谢因，互因继续留任。但是面临因爱顺服。伫达巴倒位知影？达巴是多摩哈就是面容吼，我若无记毋对啦吼。拢来出色就是伊的即个长老的名吼，三个，一个叫做
塔巴拉波昂，第二个叫做塔巴伊巴伊拉巴，第三个叫做 Jacob 贝雷劳哦，拢来出色，因为表现良好，拢再继续留任一年。对于阿里山，我一直想，我这阿里山是毋是家己阿里山，但是伊迄个音就是读做阿里山，还是阿里山吼？又搁称做塔拉达燕，来出色的是波斯代。那我查一下吼，阿里山，这可能较好找啊这。阿里山下，我即摆咧看是阿里山下啦吼，伊级别科，但是无看到呢。阿里山，我看嘛下底注脚第二条，这是啥物啊？第二，注脚第二，我有看到阿里山 ARRISANGH 哈。到底是伫倒位啊？哦，遮，来，咱来看吼，伫阿里山下嘛吼，我毋是应该是讲，我即马查即个是周族吼，周族即个词条，以级别个词条周族吼，周我毋知要怎读啦吼，敢若是走诶款走族。这个词条下底，是啥对啊？下底有一条叫做荷兰统治时期啦吼，荷治时。伊讲荷治时1636年 ，Robert Junius 伫写互阿姆斯特丹评议会书信中记述了1636年吼，这已经是咱读进前的20几年前啊吼，20年前记述了离新港北方新港以北2公路程有称作亚历山的这个村落，记录伫现今云林家己其他村落中间。1647年、1656年，北部集会区的村落户口表以及包社统计表中记录有推定是周族的这个村落吼。我先查一下周里面的读吼，我记读做周吼。读做周，就直接读做周啦吼。歹势，毋是查吼，是周。汉字查一下，周吼，字姓就是周，读做周吼。共音就含即个华语共音周族吼。我拄则看到对。看伊级别科吼，级别科讲1647年到1656年，就是咱即摆读的嘛。北部集会区的村落户口表甲包社统计表中拢记录推定是
族族的村落，田氏啦吼，姓田的啦吼，打败荷兰占据台湾了后，哦好，看了爽，就是这才是正确的写法吼。占据台湾啦吼，占据台湾了后，南祖的四社群，就是即卖拉鲁瓦族，捌听过呢。迁徙去逃避田氏的迫害吼，田氏讲的迫害，所以因紧选吼。而未及逃离台湾的荷兰人甲眷属，就顺着闸门溪谷上游来逃窜，进入德富野郡的拉老野，就是乐野村吼，鹿野川的部落，正做亚马伊亚纳甲亚西运古阿氏族一部，就是即摆咧讲无迄当阵袂赴走的荷兰人啦吼，袂赴走离开，就是为着要闪避即个那我即样讲吼，就是讲来的时阵，荷兰人伫咧即个荷兰遮社报当咧因家己即个城规起来，讲袂入去嘛吼。所以因讲十个个城外的荷兰人，散伫咧外口荷兰人，其实足侪拢掠去杀吼。啊，所以，即个之前讲足残暴的吼，足残忍的吼，足残酷一个人，荷兰人家杀，拢掠去杀。啊，所以即寡人吼，即嘛即条故事其实我毋捌看过啦，我今仔才看着吼，讲因袂赴走的即寡荷兰人，甲因的即个家眷吼。就走入去，顺着即个闸门溪上游走入去吼，进入德富野，叫做啥？叫做啥物族吼？叫做啥？亚马伊亚纳，甲做亚西永古吼，一部分加入达邦郡，叫做亚萨基嘅吼。1898年，德国探险家叫做苏德培博士进来台湾来爬玉山，伊到即个林奇堡的时阵，有记载讲林奇堡是啥物所在？林奇堡是即嘛叫做德山吼，对嘿，就是即嘛德山吼。伊到德山吼林奇堡的时阵，又写落来吼，伊讲阿里山族，就是族吼，德文是写做阿里索斯坦吼，伊讲即个阿里山族的头目看起来无像是纯的马来人种，看起来是像敢若是有荷兰人的血统。这是写伫即段故事是对来，我看嘛。11个第11条，第11条是王明辉96年度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调查后续计划成果的报告。这个 PDF 即嘛会当download吼，我等下看卖。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委托族族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原始内容存档伫咧即只吼。来，我看者，我看现在伫这个落长可能就，是伫倒位？哦，真正落长啦！这个 PDF 391页啊，我看卖，我用这个关键字来测者吼。啥物？关键字，亚巴伊亚纳吼。我时间是毋是超过啊？26分，安尼吼，无赶，亚巴伊亚纳。
敢要当 search。Command F， 有，找到啊！这个 PDF 档案内底，我甲放较大，我目睭歹吼。就是我即马找着，即个用即个拄则讲的什么亚马伊安呐吼，即个族名来找，就是即马有一张表，是祖族历代氏族组织系统。啊，着氏族内底，其中有一个就是亚马伊安呐吼，然后加做阿氏族。我看我即马用荷兰来测看卖好啦。荷兰，荷兰汉字，为什么我的输入法无法度切换？无法度切换，我着等下拍。荷兰。Command C, Command F, Command V。荷兰是其北部一会区出现族族村落人口，这是表4.14。荷兰是其族族附近包括。来，第这只这是第几啊？哈，不管哈，这是要哪叫？其中这段是安尼写哈，伊讲这个经过简化的团形说明讲，玉山是族族的发源地，而且把两都聚集伫遮，因此玉山就是迄座山哈，你知影玉山外国人安怎讲 ？Mount Morrison， 我若无记毋对，毋知是阿里山还是玉山叫做 Mount Morrison 吼。啊，外国人安怎叫日月潭？叫做 Lake Candidius。真即摆用迄个词去查，拢佫查会着吼。迄是现在进行式，我毋是讲古早时代吼。即摆你用即个英文名佫查会着吼。所以国位要国际化，就是吼，佫早啦吼。因此，玉山对族族而言是有圣地意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人类除了族族以外，另外有玛雅人、族族人讲是日本人啦吼，佫有即个萨布古努，就是本能族吼，本能。甚至布杜讲是汉人，以及安姆讲是荷兰人，也是和族族共同徛起伫个玉山。彝族被纳入去神话当中，应该是族族后来和诸族群接触往来了后，为着要弥补神话内底神话内容甲现实环境当中的即个差距来做即个补对啦。无，我要看毋是这啦，我要看的实际上拄则讲的迄段到底是伫倒位写的吼，讲甲有名有姓啊。讲迄个荷兰人走入去山里的即段啦，我要讲的是这啦吼。荷兰，好来，即段讲。对照荷兰人以后的遍部族大流传的背景，南族族甲遍部族中间的密切关系，也佫有安氏族、温氏族捌住伫平原地区的传说，以及有关住伫打鹿野川的安氏族甲杨氏族和分散杨氏族，拢是荷兰人的传说来看。
阮有理由相信讲，北族族成员中有对平原族群有来自于平原族群的系统，而安尼的传说应该就是即批人所砸来。最后，即寡讲法也融入到即个族族的口传当中。林条客哦，这里面啊读我这里哈，我伫这有一个人吼，林条客伫咧讨论台湾自然地史甲文化史的关系。一文中对台湾的地形、上海、近海退，是什么？写什么看无？对台湾的地形、上海、近海退的演进。哦，对台湾的地形上。海进海退吼，就是对海入来对海退，即个演进的规则呢，来规则族族的迁徙，认为讲族族伊的玉山的起源不可信，而且族族还佫有记哩讲伫台南附近海岸地方的暗墓的暗门啦，我即满都知影叫暗墓 ，ANGMU 就是暗门吼，因还佫会记暗门。大的所在，所以认为讲族族应该是捌住伫台南平原一带，而且族族的文化属伫素面甘沙红河头文化人的子孙吼，无一种陶器啊吼，我讲素面甘沙啊。好，而伊刷来台南附近，伊进前应该是伫咧距离今。当1200年到1300年之前，伫咧北冰期海豚，这航行无人无关的，人个33分啊，看几部。后来，伫即只讲，根据族族神话，当族族还佫伫玉山倒闭大水的时阵，大洪水吼，迄当阵红门嘛伫遮。因为族族的传说讲，天神伫咧创造族族了后，也创造红门、玛雅甲布杜的汉人吼。玛雅是玛雅拄则讲日本人啊，红门就是荷兰人吼。等到即个大水退了后，族族含即寡兄弟将一支箭压断啦吼，一人摕其中的一支，然后作为以后要杀人的即个凭据。然后各自无同的方向去迁徙，伫即个红门便刷往台南一带平原，所以红门是族族人上早接触的外来族群。红门指的就是荷兰人，荷兰人出现伫咧玉山，应该是族族人后来知影讲红门，所以伫咧原本的即个传说顶头佫加起来。如上所述，即个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同时也显示讲，族族人甲荷兰人关系相当的密切。好，咱读到遮啦吼。这有兴趣再家己去现哦，你去现即个族族的维基百科其中的第11条的规则吼，注解吼，是一个 PDF 档案，381页几本书吼，你若要读了这一本书足够的吼。内底讲足侪族族的即个历史吼，讲着，而且你看伊内底足侪和荷兰人有关系吼，所以即个。传说应该是对这当中来，我也无找到啦吼，但是可能是对这个当中来吼。讲荷兰人有一阵吼，走入去山里含因迄个族族的人住做伙吼。所以讲，即马看起来，即个族族人，毋知恁有兴趣无？去查看觅，去看有族族的即个相片，看影片可能较准啦，看因的面貌啊，是做啥物款吼。好，咱今仔读到阿里山，其实阿里山才开始，尔还袂读啦吼。明仔载要休困吼，后日咱再搁继续读，对阿里山开始读起。感谢各位。多谢大家。